我的心无骄傲，我的目头无悬，大项的事甲奇妙想袂出的，我毋敢行。我真正互我的心平稳安静，亲像长年的囡仔，徛伫伊的老母。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亲像长年的囡仔。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对即时到永远。哈利路亚！很高兴我们一同聚集在主的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都是神所拣选宝贵的子民，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都是神所拣选宝贵的子民，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神的大能要赎回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他的恩典使我们被拣选，叫我们生命果子长出。你十字架的大能，终结赎回我灵魂。神做你门徒，求主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你爱拥抱城市，建立和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你爱拥抱城市，建立和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城市，建立和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最宝贵的子民，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回转到神面前，让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成真。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成真。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成真。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渗透你喜悦。这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为我们过去得罪了神，为我们过去在有意无意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而再一次为了我们自己献上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将自己摆上在神的手中，是你的爱吸引着我们，是你赦免我们的罪，是你留下宝血，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份牺牲的爱，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再次的用我们真实的心，用我们真实的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单单的回到神的面前。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留下宝血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求神你再一次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要求神你再一次来更新。阿爸天父，我们愿意回转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真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回转到神面前，求神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渗透你喜悦。愿我们一生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服事不是只有在于形式上面，让我们能够用心，能够用诚实来面对我们的服事，来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爱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一首歌做我们的祷告。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咒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进每次，让我敬拜飞进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进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咒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进每次，让我敬拜飞进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进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飞进每次，让我敬拜飞进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进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
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起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爸爸天父，感谢你用宝血重价赎回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再一同齐聚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些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爸爸天父，我这一生都要跟随你。爸爸天父，你好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与你相遇的过程当中，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神的旨意，能够一生成为神的器皿。爸爸天父，我再次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全献上，摆上在神的手中。求神你现在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现在与我们同在。我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咱做伙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学乐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乐耶和华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即时同心用心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善理的总群头。我用心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咱即时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阿爸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赏赐予阮一个美好的早起，来到伫你的殿里，伫遮同心敬拜你、学乐你。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真当中，互阮所敬拜的，用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阮知伫阮过去的当中，阮有得罪人，也有得罪你。阮伫知甲毋知的当中，阮有犯罪。愿主你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得到清气。但阮也将今下早起的聚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知伫下早起有圣礼典，有小日洗，有成人礼，有虔信礼，有告别。阮知这人拢要归入伫主你的家，入你的户口，互阮全心全意成做你的子民，互阮用信心来甲主你相见。阮知，阮来到伫遮，阮毋是习惯，阮毋是形式，阮是用着一粒较无调记你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也要伫遮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主你搁一摆拍开阮的心门。互阮听会明白，互阮看会清楚，因为你是阮的救主，阮承认你是阮一生的祝福，阮一生要跟对你。也阮将今下早起看牧师所要讲的信息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你将你的话语放伫伊的心怀意念，放伫伊的喙中，来教示阮，来提醒阮。互阮所领受的，是对阮生命当中来除去阮心内的污秽，除去阮心内的软弱，除去阮生命中的不足，互阮用着一粒坚定信靠你的心来领受，来条件你，互阮全然将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掌权伫真当中，互阮无论伫用着甚物款的心情来到伫你的殿里，阮拢要因为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来得到帮助，来得到快乐。但阮搁一摆将今下早起的学乐、敬拜、甲服侍，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来掌权。阮来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请坐。即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咱要来启应，启应文22篇。启应文22篇，我来启，咱来念。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
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的。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这有大权能的天使，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即是咱同齐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撒母耳上卷第4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11节，为第1节看到11节。以色列人出去要甲非利士人交战，则赢伫近伊边以下。非利士人则赢伫阿弗。非利士人排阵攻击以色列人，交战的时，以色列人刣输伫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伫平阳刣死因的军兵约4000人，百姓倒来到伫营内。以色列的长老讲：耶和华今仔日成事，互咱刣死伫非利士人的面前啊！咱毋值得着将耶和华的约柜对示罗来咱遮，互伊伫咱的中间，通救咱脱离咱的对敌的手。第4节，百姓就找人到示罗。对遐坐伫基路边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的约柜来，以利2个囝何弗尼、菲尼哈甲上帝约柜伫遐。耶和华的约柜到营中，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声喊，地煞的应声。非利士人听见大声地喊的声，就讲。伫希伯来的营安尼大声发是甚物缘故？后来就知耶和华的约柜到营中，非利士人就惊吓讲：有人到因的营中，有上帝到因的营中，佮讲：咱有在的啦，平素毋捌有即个事。咱有在的啦，治罪为救咱脱离即个大权能的上帝的手啊！前伫旷野用逐项的灾厄拍埃及人的，就是即个上帝。非利士人啊，恁着勇敢，着做大丈夫，免得恁服侍希伯来人，亲像因服侍恁一样。恁着做大丈夫，甲因交战。非利士人就交战，以色列人刣输。大家走倒去因的步边，刣死真多。以色列的步兵死3万人。上帝约柜互因抢去，以利2个囝何弗尼、菲尼哈也死。上帝话看到这，即是咱要请潘牧师来讲道真实的信仰。兄弟姊妹平安。毋知对你来讲，信仰是啥物？毋知对你来讲，当你的朋友问你讲，你所信的信仰是啥物？是安怎样？你逐礼拜就爱来做主日礼拜？是安怎样？你食饭的时阵就爱祈祷？是安怎样？你需要聚会？是安怎样？你爱敬拜而乐？毋知你的朋友若安尼问你的时阵，你会安怎来讲你的信仰？你会安怎来介绍你所信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真实的信仰到底是啥物？伫前礼拜甲前一个礼拜，咱拢咧讲到圣神降临节。当圣神的气力降临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的生命就要来改变，
咱的性命就要对软弱无溃烂的中间，要搁一摆得到力量。伫迄款无望的过程中间，因为圣神的溃烂伫咱的内底的时阵，咱要重新有望。那安尼，牧师一直咧讲着，咱的性命减有上帝的同在。咱看见以色列人对出埃及开始，拢一直有一个历史重演啊。什么叫历史重演？不断的发生同样的问题，就是当神的同在离开因的时阵，他们什么都没有；当上帝的离开因的中间的时阵，因什么拢无，因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这是咱伫圣经内底最看到的历史事实啊。那呢，到伫现在的教会咱的教会有上帝的同在。你的性命敢有上帝的同在？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咱要做伙来看，信仰是怎样互人来看见？你是因为外表的敬虔，互人看见你是一个教会基督徒吗？也是因为你伫教会服侍，互人看见你是某咪会长、某咪执事吗？什么是真实的信仰？敢讲你认为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就是有信仰吗？敢讲你认为你有常常祈祷就是有信仰吗？你讲牧师，我照三顿祈祷呢。不过耶稣讲什么？遐会讲主啊主啊的人安怎断袂当入去到伊的家啊？是安怎样？耶稣基督咧讲着法利赛人是常常祈祷啊？是安怎样？耶稣基督讲法利赛人无上帝的天国啊？这代表什么？毋是干那讲你有祈祷就会使啊？毋是干那讲聚会就会使啊？毋是干那讲你熟读圣经就会使啊？咱看见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是读圣经啊，不过咱看见耶稣对待因的态度是什么？因是什么？假冒为善啊！兄弟姊妹，咱常常毋好成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毋知你有知影一个旧约的记载无？有10个童女被办来压制这个新郎。不过安怎？这个新郎来的时阵，有5个无被办油啊。不过这个新郎当看见这5个童女咧甲拜托讲，拜托的，互我别去，互我别去。不过这个新郎讲什么？我不认识你啊！兄弟姊妹，你的信仰敢有可能互主耶稣毋捌你是谁？你的信仰会不会让神不认识你是谁啊？你的信仰敢有照圣经来看？你认为你的厝内底有挂一个十字架，你的项链有挂十字架，你就是有信仰吗？敢讲你伫教会有信仰吗？有可，咱敢有可能将这种的信仰变成是什么？宗教化？我们有没有把信仰当宗教化了？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让耶稣基督成做你生命中的主啊？咱信仰会当透过虔诚外表，上帝伊一直咧甲咱讲什么？耶和华鉴察人心。耶稣基督伊也对咱的生命安尼讲，伊所看的毋是你外表，你敢有虔诚用心诚实来敬拜伊？有的人真热心、真虔诚，也真认真参与的服侍。不过当伊的艰苦的时阵，伊就安怎开始埋怨，开始怪东怪西，开始伊的脾气就出来，开始讲的话埋怨的话，甚至有可能做出无好的行为。伫迄个时阵，就会当看见真正的状况，因为真实的信仰是会当互即个人遇到任何的状况、风险的时阵，伊犹原亲信伊所信靠的上帝，成做伊生命的主宰。当咱个一摆看见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上帝带领过程中过红海，征战侪的国家。渡过旷野中间迄款腹肚枵、迄款喙焦的过程，兄弟姊妹，当咱搁一摆来想想，以色列人
人会当行过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袂捌离开因，因为上帝甲因同在，伊伫每一届的征战，因拢会当得胜。伫每一届的挑战中间，每一届看到无五望的过程中间，有上帝的同在，互因有五望会当赢过一切。不过今仔日咱看到咱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因交战即个非利士人的时阵，因失败啊！是安怎样会失败？因失败的原因拢是相共的，拢是因为无上帝的同在，互咱看见讲，咱做一个事工，咱做一个聚会，若是无上帝的同在，咱就是安怎白费功夫啊！那安尼到底是安怎样？伫即摆的交战的中间，以色列的失败，咱看见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咧交战，对士师时期一直到大逼的时期，因一直拢是安怎敌对势力。第一摆的交战中间，以非利士人安怎主动来甲因发起战争。第一摆的交战，以色列人输去，迄暝有4000个人死去。对因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因为除了是现实上安怎，因的性命的环境，因的国家有可能安怎，要互人占领，要互人侵占，有可能伊爱活伫互人统治下面的生活。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伊的性命甲生活，伊国家的未来拄着真大的危险。不过兄弟姊妹，这个危险毋是干那现实中看到的危险尔。咱对经文来看，更重要的危机是啥物？因信仰的危机。咱看见因无悔改、无反省，这个长老啦，毋是长老，无带领以色列人悔改、找求上帝，而且伊质疑上帝，是安怎样上帝，互因伫征战的中间来失败。长老伊马上提出一个问题：是安怎样即届上主无甲咱治地，会当互咱杀赢非利士人？长老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伊就讲吼，咱做伙捐出这个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约柜，就会当安怎，互咱来战赢即摆的战争。对因来讲，上帝的约柜竟然变成啥物？吉祥物啊！对因来讲，上帝的约柜就亲像民间宗教信仰这个平安符共款啊。对因来讲，上帝只不过是因战赢这个战争的一个过程，一个物件尔。可惜当咱抓准讲这个长老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全体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不过，伊无啊，这个长老竟然讲出的是一个对信仰无任何建设性的问题。竟然叫以色列人捐约柜出去啊！咱看见以色列人安怎？因忽略过去祖先经历上帝的教示。因抓准讲，这个约柜就有上帝的同在，因就会当用这款的行动，叫上帝来带领因打赢这届的战争。咱看见什么？因的信仰亲像什么？外在的信仰躯壳。因的信仰只不过是抓上帝做安怎，做一个理由，做一个借口。因根本就无将上帝的教示放伫心内底，放伫因的信仰的教导内底。然后伊请以利两个囝，兄弟姊妹，你若有读圣经，就知影以利两个囝是有做的问题，因为因败坏，因为伊将圣殿内底的物件安怎摕出去，互人用，公器私用。以利的两个囝原本应该爱来继承爸爸的职业，要继承祭司啊。不过他们的信仰怎么样？没有传承下去，就安怎？互这两个囝做败坏的事。不过连长老啊安怎？没有信仰危机啊！连这个徛出来的长老竟然无安怎带领大家人悔改就算啦，竟然叫这两个祭司的囝安怎来扛这个约柜啊？兄弟姊妹，咱伫这边的战争的中间看见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以色列人的信仰全体失能。伫以色列人中间，无有一个人徛出来讲，
咱应该爱归耶和华，咱应该爱悔改，咱应该爱来到上帝的面前。竟然伫即摆的战争中间，无任何的长老，无任何的宗教的领袖，要来甲大家提醒讲，咱应该转去到耶和华的面前。从这件事，我们看见什么？人很健忘，人常常会袂记住过去的教导，人很常忘记圣经的教导。有可能等下牧师讲了，你等于等下食中昼顿食食，你就袂记你今仔日讲啥物。所以这是安怎样？咱必须爱领受，这是安怎样？咱必须爱亲近上帝。兄弟姊妹，咱看见当耶和华约柜到伫营中的时阵，以色列人安怎欢呼啊！哇，想要赢共款啊，想要大大的赞美。不过，咱看见以色列人安怎？伊咧欢喜，伊咧娱乐的中间，伊毋是对心内发出一个真实的娱乐，因为伊抓准讲啥物？有上帝来啊！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看见啥物？有约柜，有祭司，有仪式，有欢喜。不过，耶和华上帝无伫因的中间啊！兄弟姊妹，咱上惊的是啥物？没有神的同在啊！因抓准讲啥物？因的娱乐，因的欢呼。因为约柜的出现会当抓做因胜利的因素。兄弟姊妹，因的欢喜递到或者非利士人安怎惊吓？伊讲到底以色列人因咧欢喜啥物？非利士人讲啥物？因为有这些神明在他们当中啊。兄弟姊妹，迄款的欢喜，连非利士人拢安怎？拢知影有神明啊。不过，非利士人伊毋知影，其实以色列人敢若一个上帝叫做耶和华。对外人来看，以色列人敢若有一个真虔诚的信仰，有敬畏。不过，因外表的敬虔，无法度互人看出因内心真实的款式。不过，上帝知无？上帝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无需要靠形式，咱的信仰无需要靠外表。咱的信仰毋是要互人看见咱做啥物，咱奉献偌济钱，咱伫教会内底做啥物。上帝毋是看这啊，因为这是要做互人看的。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到人看到会惊吓，无毋对。不过上帝无伫因的中间啊。耶稣伊也对伊的门徒安尼讲，马太福音15章第8节，伊安尼讲。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这的子民用嘴来尊敬我，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啊！兄弟姊妹，咱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长老，伊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有问题没有错，但是做错了选择啊！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失去上帝的同在。然后要甲上帝的关系更好，毋是讲出约柜啊，是我们生命有没有带出真实的悔改？今仔日咱的敬拜团第2条歌咧唱这个真实的悔改，毋知你唱的时阵，你心中敢有真实的悔改？毋知你的性命敢有真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上帝赦免咱性命的罪过？咱看见以色列人所要爱的，其实毋是上帝。他们要的不是上帝，他们要的不是约柜，他们要的是什么？打赢这场战争而已啊！对他们来说，上帝就如同附属品一样，有需要的时候有求必应，不需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想理你啊！咱的性命敢有可能是安尼？有需要还搁来祈祷啦，反正咱的上帝拢听祈祷的上帝，不过咱无一定爱听伊的话啊。咱无一定爱读圣经，咱无一定爱主日礼拜来聚会啊，咱无一定爱照圣经的款式来款待别人啊，因为咱将上帝安怎当作是有需要我才找他，有需要我才祈祷啊。兄弟姊妹，唔知你敢会惊失去上帝的同在？你们会不会害怕失去神的同在？有做的时阵，咱的活动，咱敢有求讨上帝？咱家庭的问题，咱敢有互上帝来做家庭的主宰？
咱家族的问题，咱敢有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成做家庭的主，成做家庭的中保。咱的服侍敢有倚靠上帝，也是咱倚靠人的方式，咱倚靠人的势力，咱倚靠人的权柄。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底，咱特别爱知影，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家庭的主是耶稣基督。当咱今仔日有兄弟姊妹有要来洗礼，因要搁一摆伫众人、伫教会、伫上帝的面前要来宣认因的性命的主宰就是上帝。兄弟姊妹，你的性命敢有上帝的同在？你的性命敢有圣神到伫你的内底？如果圣经上面说我们的生命身体是神的殿，那么我们的殿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咱的心思意念底的是什么？凡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那呢，圣神伫你的内底的时阵，你所讲的话是造就的话，也是伤害人的话。你所讲的话是起造教会，也是咧拆毁教会。兄弟姊妹，咱常常爱带着反悔的心，因为常常你咧拆毁教会的上时，其实你咧拆毁家己的性命。所以咱需要反悔，咱需要悔改，求上帝赦免咱的罪。经文最后甲咱讲，以色列人最后安怎战败啊？最后这个象征神同在的约柜，互抢去。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敢若亲像上帝互抢去同款啊！对因来讲，这个约柜就是上帝的同在啊！这个十字架的破人，就亲像上帝同款啊！这个圣经就亲像上帝同款啊！不过兄弟姊妹，上帝没有被限制在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地方、看得见的物品。其实上帝并无互人抢去。只不过离开无敬畏伊的百姓，兄弟姊妹，当咱的教会无敬畏伊的时阵，上帝的圣神就会离开咱；当咱无倚靠基督的时阵，上帝就袂甲咱同在。兄弟姊妹，即届的战争，咱看见上帝的主权甲同在偌尔重要。以色列人将上帝限制伫一个约柜内底。那安尼，咱敢有可能将上帝限制伫某一个物件内底？兄弟姊妹，真实的信仰，毋是你参加偌济服侍、参加偌济聚会，也毋是你信主偌久，也毋是你有奉献偌尔大的金额，毋是参加特会的时阵买纪念品，毋是你开偌济时间伫遐咧研究圣经这拢毋是。上帝更加注重的是。咱的性命敢有真实活出伊的话？爱耶稣的人就会爱耶稣的话，爱耶稣的人就会将耶稣的话放在心中，一生遵行他的教导。兄弟姊妹，咱毋忘咱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咱的信仰是要活出尊主最大的信仰。你的性命敢有尊主最大？真实的信仰是要互咱的性命，无论拄着怎样的事，我拢相信主耶和华是咱性命的主宰，主耶和华是中魂教会的牧者，主耶和华是咱教会家庭的主宰，主耶稣伊是咱性命的主宰。真实的信仰无需要靠形式取代甲上帝的关系，上帝毋望的是你减有。全然、专心在尊敬他。耶稣基督甲咱讲，第一个诫命是啥物？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兄弟姐妹，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生跟随耶和华，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次信仰、信主领洗之后，我们就一切。顺利，也要再一次要来勉励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有今天要领洗小儿洗礼的牧师，想要告诉你，信仰不是一个舒适圈，信仰是你活活的把耶稣的教导放在你的生活当中，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每当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天父，他看顾我。虽然我们看不到他，摸不到他，但是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得着力量，得着平安。每当我们将困难交给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的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让我搁一摆对伫这届这段的经文中间，我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因有错误的策略，也不是因的软弱，是因为因无倚靠主你。当上帝你的同在离开因了后，因就啥物拢无。愿主你真做阮的快乐甲帮助，对这段经文中间，搁一摆真做阮的提醒甲反省。互阮的性命无离开你，互阮的性命会当照伫主你的教导中间，每一日照主的款式来活。愿主你的同在临到伫中分教会，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愿意用主你的话，用主你的教导来彼此相听，彼此相款待，用彼此的鼓励来起造教会。愿主你来真做中分教会的头，真做家庭的头，也真做咱生命的头。主，我感谢你，我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这时要来举行圣礼典，兄弟姊妹，咱做伙备办心要来吟212首。咱人既然带做出席，咱起立来吟全首，请要领洗的兄弟姊妹可亲。唱到第3首的时候，到台前来。请坐。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袂就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大声，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兄弟姊妹，咱要搁这一摆来呼吁来呼调，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仰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亲信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的名来受洗礼，这个也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恁要受洗礼，
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各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可晴，等一下，牧师要问你3个问题，你要答有 yes 哦，答错就那个，从头再请长老为你祷告一下，看有没有感动好，咱做伙来陪伴可晴，伫伊人生中间，咱做伙陪伴伊来使用，大声的让大家听到你说 yes 说有，好不好？陈可晴，你有信你的天父，主也无？大声一点了，有定头哦，要大声让长老们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也无？你有决意？好，对吼，兄弟姊妹，好，咱请长老来准备备办，要来甲伊，要来甲洗礼，对，来，请跪，来，请跪着，陈可晴，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上帝的名，阿门。宣告，陈可晴，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群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互伊用有你的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稳定赏赐伊，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主得试探的时，求主你保护伊，互伊会精进信仰会好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互可晴伊一生拢会当用伊的性命来服侍你。主，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小会员来到，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咱教会有要敬上伊洗礼的物，我们请拍照同工预备一下，来，好，有人去上无？好，近一点，近一点哦，没关系，近一点。好，这是圣经愿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哦，好。好，我们再一张要送花给你。还有我们青年的会长因为一起青年，咱的青年会长有要送一类米，好，拍手。好，请回座。感谢主，让因愿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所来要来行小礼洗礼，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来吟214首圣会所行的礼仪，请小礼洗礼的爸爸妈妈带你的细囝伫第3节的时阵来到台前。圣会所行的礼
伫相依，亲像牛羊行到底，表明行你相相地，到你有用洗礼体，对早以来无搁改，洗礼表明用伊心，就是皮肤甲我心，世界大做人心，表出欢喜所为，这样会留你所心，为我应该的已经受洗清，因会叫你也最少，主动就行，不是献给这里听。阿弥请坐。兄弟姊妹，讲，照教会规矩，会员的囝儿应该伫细汉的时领洗礼。因要做伙要来抱因的细囝到伫台前，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马可福音的记载，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耶稣就甲伊讲，学生接避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莫顶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你讲，今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去就抱因，就甲因画手祝福因。兄弟姊妹，虽然咱的细囝无法度明白这个事，耶稣所应允的也袂归伫因。不过因也是恩典约的福个，上帝要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上帝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咱有两位细囝，第一个是咱的梦圆执事，甲自信的查某囝，叫做陈炳书，咱拢知影伊叫叔叔啦吼。第二个是香婷老师，甲因先生，咱的课名，单单迄个课程就是因的查某囝。我们要一起要来誓约啦吼。那待会誓约的时候，爸爸妈妈代替小朋友回答吼。咱做伙来誓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瓦靠上帝所授予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来守即个约。来，咱即时来请大家长老，咱要来誓约。誓礼，来，咱叔叔先开始哦，来，叔叔来，一直看我，叔叔陈炳书，我用水甲你行誓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拒绝我，来，可明来，陈可明，我用水甲你行誓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担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
甲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的时，上帝甲人的疼会哪来哪多。也愿上帝你的恩典丰富赏赐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迷惑，直到成年的时，互因通家己各变伊的信仰。会阁坚持到落尾，愿上帝你来看顾病师、客民，会当伫基督教的家庭内底，真做因的陪伴甲疼。主，愿将这两个圣囝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妹，来转过去，我们拍手。咱请小委员来接答音。教会有预备小儿洗礼的证书，这个证书真重要妈妈爱替伊留落来哦，来，可明来，好这个是教会预备的这个儿童百节金句让小朋友小时候就可以先从认识金句开始好，我们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照。好，我们先往右边来，叔叔让妈妈带领好，还有叔叔的礼物，好，那我们一起拍照。好，我们长老为献花好，我们再感谢他们好，回。咱伫圣经的教示，咱短有做来宣告，因的信仰是咱全教会的责任。咱来做伙来陪伴因，互因会当行伫上帝的路。这时，咱要来举行献信礼以及信仰告别。咱这行天路，耶稣叫我来行天路，咱做伙起立，吟全首。有缘伫第三节的时阵，请要来头前献信礼，来到头前。耶稣叫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你的进步，世间无危险艰苦，有主耶稣。to
徛伫咱面前的是伫细汉已经受洗，也佫有咱的香婷老师，伊早前伫外教派也已经受洗，伊今仔日要伫众人的面前，要佫一摆来信仰个别，来信仰个别因的信仰，要来通有份接纳伊伫咱的教会，诚做陪参会员。头一个是咱的林浩宇，第二个是咱的刘安琪，第三位就是香婷老师。咱做伙要来甲伊来做伙来誓约。主所听的林浩宇、刘安琪，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的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答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恁个别的信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要重新誓约，服侍伊。香婷老师，刘香婷老师伊早前已经伫上帝的面前，甲教会一定誓约要来归属伫伊。今仔日香婷老师要伫众人甲上帝的面前，要重新誓约，要来服侍上帝。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听主耶稣又安尼讲。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要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心，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有三个问题一样，让会众长老听到你们坚定的信仰，让大家都听得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恁细汉已经受洗，伫早前你也已经甲上帝来立约，只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群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面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对这个圣囝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香婷老师伫早前就一定甲你誓约，伊要阁一摆来伫众人甲上帝的面前，阁一摆告别伊的信仰。主，愿感谢你，因为对因的受洗，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我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得到帮助。愿主你的圣神诚做因的帮助，互因时常倚靠主你，互因会当有份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求主你的疼会当互因。伫生命中间来充满，也有份伫主你的恩典，也愿主你的圣神诚做因的帮助甲引带，互因会当日日较无上帝的话，日日互圣神来引带来进步，会当互因永远伫上帝的国内底有份。主，愿感谢你，我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转过去，咱会众甲因拍拍这时听小会。来接纳，咱先送花。一长老，咱先上会。好。因为香婷老师是信仰，又没有做证书他就是入我们的中营教会的会。安琪，好。
来，这个是安琪老师啊，我们没有准备圣经，但是准备了一本书啊，要送给你的哈，香婷老师。好，接下来是圣经，愿神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好，来，这是圣经。好，我们还有青年团契被上前来的哦。好，给浩宇哈，哇，好，我们拍手。哇，好，一来拍照。好，这个是谁的后生？敢知影？丰正长老甲净华执事的后生啦吼。是谁啊？谁的查某囝？敏秀执事甲文静兄吼，啊，谁的孙啊？主义长老吼，甲秀华长老两个孙啊吼，啊，咱真欢喜看见因啊受洗啦，因若拢伫教会咧，咱的老师吼，咱搁一摆拍泡啊，吼，感谢恭喜，请坐。兄弟姊妹，咱这时要来甲主同齐道，咱这时要来吟圣诗216首，活命的饼为人民擘破。请兄弟姊妹起立来吟全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上帝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杀甲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建立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散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伊伫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的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
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小会员。你若是一定洗礼的，你就会当来甲摕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兄弟姊妹，你摕着饼了后，请做伙等待，咱等下做要来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每当我们拿起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想念、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流出宝血。主耶稣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我们当这样行来纪念他。”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有兄弟姊妹无摕到的无？主耶稣讲，这是伊的身躯，为咱所拍破的，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花是圣用，用伊的花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圣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请小会员。主耶稣讲，这个是圣约的杯，为着阮所流出的血，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圣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在我的血所设立的。如果喝的人，就应当这样行来纪念我。”咱游完领到杯了后，做伙来祈祷来想念上帝。
的囝耶稣基督伊流出的宝血，要搁一摆洗净咱生命中的罪。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每当我们拿起这杯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这个杯是新的约定，这个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要再一次洗净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结束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荣光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要来圣餐奉献咱的酒杯内底拢有一个奉献袋啊，咱等下会当将你的奉献放伫奉献袋啊内底，到伫后口的奉献箱，咱会当来投入。咱做伙起立，要来做奉献的祈祷。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因为你有死伫十字架顶，为阮流出宝血，为阮拍破你的身躯。主，我们搁一摆通过圣餐，要来感谢你为阮所流出的血，互阮会当参伫你的宝血中间，得到圣洁，搁一摆得到罪的赦免，搁一摆通过你的死搁活，互阮会当搁一摆甲白搁好。愿主，你帮助阮，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当阮每一摆咧举行圣餐的时，佮亲像一个看时空、看时间，要佮一摆甲主同坐道的时间。求主你佮一摆清起阮的性命，互阮每一届咧摆设宴席的时，就是要佮一摆来表明主你的死，直到你要佮再来。主，愿感谢你，将阮的奉献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纪念阮所奉献担保的金钱，成做主你事工的路用。主，愿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即时请咱摕出手中的酒报，我来报告。
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4人，奉献4060块。主日出席20人，奉献810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0人，拜三基督会19人，拜六少年团契暂停，拜六青年聚会6人，拜一到拜五的早祷会有4个人。下周的事工分配，讲道是黄和伟牧师，诗会是李敏秀执事，司琴刘安琪同学，同德黄明勇长老，林凤正长老。敬拜第一组电子琴黄文婷姊妹，主日学第一组倒拨音控黄家乐、刘安迪2位兄弟，导演黄郭湘婷姊妹。交台是麦雅树甲李振香2位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下周的周间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李敏秀会长，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主理是林凤正长老，司琴刘美照姊妹，代祷的家庭是杨丽香姊妹的家庭。拜四家庭探访家庭是刘良庆兄弟的府上，轮值探访是黄志强长老甲李玉杰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是参加培灵会。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诗241首、244首。圣经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到21节。题目是上帝听世人。本周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15章第8节，咱台语甲华语做伙来念一解。请，这个百姓用嘴尊敬我，若是因的心离开我远远。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教会消息第一点，咱今主日上午举行圣礼典。有洗礼，咱有接纳成人洗礼，陈可晴姐妹。坚信礼有林和武、刘安琪2位兄弟姊妹。小儿洗礼有陈可明、陈炳书2位小儿。外教派入籍信用个别是郭湘婷姊妹。并甲主同齐道，愿主赐福咱大家。第二点，本会举行信徒灵命做酒会，日期是6月13拜六暗时7点20到9点半。下主日6月14上午礼拜提早伫9点半开始。敬邀讲师黄和伟牧师请兄弟准备心来踊跃参加，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并请关心代祷。第三点。咱有原定是今仔日要举行庆生会甲会计的收支报告，因为咱有圣礼典，所以咱延后到伫后礼拜。这受请的名单是我称呼简略，有陈丽华、黄定秀、李佩珊等等，愿主赐福，福杯满溢。第四点。咱下主日有举办信徒灵命做酒会，礼拜后伫1楼举办爱餐，请兄弟会记得早晚池爱餐服侍当天是咱的青年团契，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第5点咱进前有报过，这咱家己去看。第6点咱这有天国精兵夏令营，咱是7月24到7月25，费用是1000块。咱报名到月末来截止吼。咱下主日的正道是圣经以弗所书4章12节到16节，题目是伫基督人合一。咱有代祷的事项特别提名的，咱伫灵修的当中会当为着遮来守望代祷。下面有咱教会顶礼拜的奉献的名册。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的，咱咱的李敏秀执事来更改。伫遮我来报告咱今主日的奉献。
月电现金有14人，有44700块；感恩奉献有7人，有7000块；圣餐现金有1人1000块；建堂现金有6人9000块。总计是66720块，请咱起立来敬奉献诗。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东美长老有备办，即个叫红菇粿是无？敢是？米菇，要互大家来食，是安怎样呢？因为今仔日咱的叔叔周岁生日，今仔日拄好个领洗，所以咱要做伙同欢喜，同庆祝，因为当初咱有听到咱的教会细囝，咱正教会的兄弟姊妹，拢有份爱来安怎疼惜伊，伫信仰顶面引带伊、陪伴伊，所以因也亲像咱的查某囝，甲咱的孙共款，咱做伙要来甲庆祝伊今仔日1岁的生日，咱拍婆仔，伊伫后壁，真欢喜伊的妈妈抑佫有要生咱要来服用啦，因为咱有2个妈妈准备要生产，一个就是雪茹，伊坐落来准备要来生产，咱要带着欢喜的心，要来感谢上帝，首次中文教会佫有一个新的成员在我们当中，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为着这2个妈妈梦圆执事、雪茹姐妹，这个过程中间上帝来保守，会当互伊生产都能够顺利，我们也带着期待的心，要迎接2个新成员到我们教会里面，讲实在，咱要带着真期待的心，要来看这2个细囝的出世，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赏赐中文教会的祝福，说落来，咱等下结束了后，要来补翕上，因为咱顶礼拜典礼了后，有侪同工拢咧无闲服侍，所以无翕着上，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翕一张总相，这张相会放伫咱的会议室。做一个历史的纪念啦，所以兄弟姊妹，等下请老婆咱做伙来翕相。特别后礼拜拜六暗时7:20到9点半，是本会传道部洪正长老用这个部来邀请万东教会，就是我的保会，要来分享起造教会，要来甲大家来分享讲万东教会对一个真传统的教会，一直到因即马做儿童、青年。特别有社区事工，这个过程中间，伊拄着侪挑战啦不过华伟牧师要搁一摆，要来对因的经验，要来诚做咱教会的帮助，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听从一些建议之后，我们以后要做这些服事的时候，咱会当搁较顺利啦所以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踊跃来参加，因为起造教会毋是干那中一个代志。毋是干那是会长的代志，所以牧师毋望讲，咱的所有兄弟姊妹拢应该爱参与伫教会的事工内底。特别咱今仔邀请的主题是起造教会咱毋望讲，毋是典礼了后，敢若个亲像无代志，拢是牧师的代志。毋是中文教会是咱大家的教会，咱必须爱安怎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因为咱办活动嘛，毋望讲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热烈的参与啦所以咱后礼拜六暗时7:20，咱就准时要开始，是万东教会的青年要来带咱敬拜，所以毋望咱大家兄弟姊妹会当准时提早来到伫教会来备办心毋通互人带敬拜带到一半咱的教会人较慢慢变啦，安尼就无啥好啦咱的兄弟姊妹上好是7:10就会当备办心，坐当主堂做伙要来陪灵会。后礼拜日的主日特别来互相提醒，因为是陪灵会的主日礼拜，所以咱是9:30就开始礼拜，毋是9:50所以后礼拜
特别把你的厝边隔壁你的亲人提醒9点半我们就要开始聚会。要来补充报告，咱的今仔日教会犹原有预备为着建堂的预备，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搁继续为中分教会建堂的欠缺来祈祷咱相信上帝的陪伴丰富到咱用。不过咱也犹原除了祈祷了以外，咱来必须爱参与用行动来回应啦吼。所以希望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预备。煞了后，今仔日礼拜了后宇宙长老有备办要来慰劳我们顶礼拜有侪同工真辛苦，毋是干那交代看会到的人尔，有侪是咱的交通组的，因为顶礼拜拢咧拍日头啦所以咱的宇宙长老看见因的辛劳特别有要准备饮料要来慰劳我们的同工啦也感谢中分教会兄弟姊妹，咱顶礼拜会当相甲做伙起造教会，相甲无共款的所在来服侍，会当互即摆的典礼会当真顺势来完成。也搁一摆来感谢兄弟姊妹顶礼拜的服侍，也有侪教会看见咱的教会真同心合意。特别咱的服侍，咱的定事，咱的遮的设备人员的服侍，咱的有侪教会的牧长拢甲咱学到咱的教会有侪备办所以希望咱会当每一礼拜拢会当用亲像服侍顶礼拜典礼的态度，咱来做伙参与伫未来咱的教会服侍咱的教会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毋知你有备办好势无？毋知恁有期待无？我想伫续落来教会无论是讲道、活动、事工，拢有侪的希望会当来突破调整的所在。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会当来起造中分教会，来做伙找到适合中分这个所在牧养的方式，求上帝的圣心甲咱三甲伫地。上重要个亲像今仔日讲道所讲的，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同在。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行为，一个想法。我们要冷静下来，我们所说的话是建造还是拆毁？希望咱兄弟姊妹对这条开始，咱彼此用听来彼此相听，咱用造就人的话彼此造就甲祝福。以上报告。咱即时来吟上言580首。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爸囝圣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刷，咱请潘牧师来祝祷。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即马万领仪式，咱要翕相哦吼，咱要翕相。咱请咱的兄弟